舞蹈動作治療係透過身體動作去進行嘅心理治療，可以促進一個人嘅情緒、社交、認知同埋身體嘅整合。佢係一種整全嘅治療方法，因為我哋嘅思想、身體同埋精神咧係密不可分、互相牽連嘅。舞蹈動作能夠讓當事人透過身體嘅舞動同埋治療師嘅陪伴之下咧，將隱藏喺內心嘅感受或者想法具體表達出嚟。好中意，其實原來用身體同人交流係會再開心啲。我享受做舞蹈治療嗰種感覺，就係因為你成日去揾你嗰一刻你嘅感覺，你先去做個動作。你唔需要，其實你唔需要識跳舞，你真係亂做都得㗎。咁我又覺得原來頭先可以咁好玩嘅。身體會反映咗我哋嘅內心嘅狀態、思想或者情緒，而治療師會幫助當事人理解自己嘅情緒同埋動作背後嘅意思，並同時運用圖像、音樂同埋語言作交流。有少少係第一次去覺得係同大家有一種非語言嘅交流嗰種嘅美好啊！